也是看到我有一点可怜吧，也会有一点这种感觉放进去，就觉得这个女生为了他也是，吴廷芳为了他付出了很多很多，会带一点有爱了，但是也会带一点点好像怜爱，对，是这样吗？向少龙会有一点。其实他说什么都是对的，对啊，对。他在镜头面前是这样对我的，他在背后不是这样对我。背后都让你推车，可以啦。觉得干嘛要这么辛苦？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不用理我，我喜欢。”他讲的这句，我就觉得，对，这个只是不是我的想法，但是我不能把我的想法放在他身上，他开心就好了，重，只要他开心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